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美国医学会建议，青少年逐工平均都要困8点钟到10点钟。但是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，台湾的国中高中生平均的困眠只有6点9点钟，甚至有一寡学生啊，会无眠过12点，透早5点就要起床，敢若困4、5点钟，所以上课会拄久无法度专心，只好逐工拢买咖啡来配早顿。也毋过医生讲，这个青少年也是袂当靠着咖啡因，或者是提振精神的饮料来提振咱的精神。那啉伤多，恐惊会伤到心脏，而且手会颤。你食早顿敢是配咖啡？即马连少年辈拢是因为伤暗困，困无饱，上课进前先来一杯咖啡。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，台湾国中和高中学生平均的困眠时间无到7点钟，有的学生半暝12点还未困，透早5点又该起床上课，根本困袂饱。要做报告，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不太想睡觉，或者是想做一些自己的事情。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，讲学生遐尼晚困，有3个原因，3成和课业有关系，2成是咧拍电脑、看手机啊，另外2成有情绪的困扰或者是失眠。过顿工才来啉咖啡提神，只是细心的歹习惯拢袂断。如果过量的话，会引起很多，包括这个心悸，包括心跳变很快，包括可能甚至会手抖，那这时候有时候甚至焦虑也会引起。只要是忝嘛，就啉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，这款的学生有7成左右，但是啉落了后精神好的时间无长，所以嘛是爱困好饱。美国医学会建议讲，少年辈平均的困眠时间8点钟到10点钟左右，生活一定要正常。儿童福利联盟嘛表示，全台湾学校的上课时间会当延后，学习的环境会愈好。